昴宿星人的訊息，如何打敗情敵？原來如此簡單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，歡迎你來到這裏。我愛你，我永遠是你最堅強的後盾，我永遠對你不離不棄。你其實是宇宙的寵兒，你的身體，你的靈魂其實都是一場奇蹟。光是你在看這篇文章，就代表全宇宙的好事正在像雪崩一樣飛向你。大家好，我是不廢話，直接講重點的昴宿星人旅行傳教士，讀音阿旭。以下是我屠龍術和他通靈的訊息。今天銀河聯邦準備給大家4篇文章，前面已經寫了2篇，這是第3篇。我今天要傳授大家如何打敗情敵的方法，那就是把你喜歡的人觀想成是你的狂熱崇拜者，或者用你們地球最直接的話來說，就是舔狗。具體做法是：一，你要在你心裏已經覺得你喜歡的人是你的舔狗了，不用100%相信，但你要有那種他只不過是我的舔狗的感覺。二，觀想，如果你喜歡的那個人已經是你的舔狗的話，那麼他會對你做什麼事情？說什麼話？觀想這些事情，這些話已經發生的景象，體會你超級開心的樣子。結束。屠龍術，等一下，你只說了對我喜歡的人要怎麼做，但是你還是沒說要對情敵做什麼啊？昴宿星人，不用做任何事情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自己就是你的舔狗，那麼別再怎麼喜歡你都沒用啊，對吧？愛情是一個巴掌拍不響，2個巴掌才能拍手。如果你愛的人永遠是你的舔狗的話，那其他人再如何喜歡他都通通無效。他的大腦，他的心裏只會有你一個人。屠龍術，我懂了。但這樣，你身為一個正面的外星人，教別人把另外一個人變成舔狗，這不對吧？昴宿星人，不會的，因為即使我說出了這個方法，依然有一大堆的人不相信。就算相信了，他們也不會在現實中用，就算在現實中用了，也沒法長時間堅持下去。如果一個人能又相信，又能在現實中做，又能長時間堅持，那麼那個人對舔狗也必定是真愛了。如果不是真愛，何必那麼麻煩？早就會放棄了。既然是真愛，那他也不會真的去傷害那個舔狗。到最後，還不是兩情相悅，皆大歡喜。這個把自己愛的人變舔狗的方法看似自私，其實是完全無私無害的。我可是第5維度高位階外星人，我也已經巧妙的在這個方法中植入了真愛檢測系統，只有真愛者才能完成這一切。所以我敢在公開場合這樣說，才敢教大家這樣做。屠龍術，小的明白了，立刻把大人的方法鋪上網，讓更多陷入苦海的妹子們看看。昴宿星人，你的語言也變得俏皮了呢，這是好現象。幽默其實是地球上抗擊邪惡的一種超級有效的手段。關於幽默，我之後再講。通靈結束，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。